嘛是时间的争议，这是开12亿起的新竹棒球场，进前有引起袂少争议。针对有媒体进前有写讲，这棒球场因为赶工的关系，也未完成验收就启用。严格市府即马表示，这是假消息，这是不实的报道，已经有请律师去收集证据，会提出告诉。经过整修的新竹棒球场启用以来，引起外界不少的讨论。不过，针对进前有媒体报道指出棒球场无完成验收就开始使用，市府表示已经请律师修正，准备提出法律行动。特定的媒体呢，一再的捕风捉影，进行不当的影射，相关内容绝非事实，是否严正的进行驳斥？那也请律师呢持续的搜集证据，将采取相关的法律行动。市府讲，棒球场工程一切拢照规定公开招标评选，绝对符合法规。市府会全力配合调查。不过，民众党参国民党的市长参选人是提出另外的看法。反正新竹市政府认为自己都没有缺失，打2场就停赛，球员也受伤，然后过程当中市政府都没有责任，媒体也不能监督报道，这难道就是市政府的态度吗？有机会有余力要去做提告，要去欺压这一些为民口舌或者发声的媒体或者是网友，还不如说好好将心力花在如何将花了12亿打了2场就停赛的棒球场，好好来做改善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市府另外表示，金城1路的将军村修复工程也同款受到造污，市府已经澄清几6届，表示主要标案拢是依照政府采购法公开招标征求厂商，佮经过专业委员的评选，决定合法，来配合检调调查。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。